耶稣为圣洁。然后要请咱的主琴先，甲咱这首歌来，甲咱琴声来，甲咱弹，然后我要来继续来介绍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的歌词安尼讲：讲主耶稣定十字架，替我行清罪债，为我罪主受重刑，伫各各他山顶，十字架应是我的荣耀，我正罪拢洗清气，只靠耶稣的宝血。这首歌你若是即卖少年人，国中、高中生，可能你毋捌唱过这首歌。当时若早前你来信主的时阵，我伫高中的时阵，这首诗歌有真侪机会伫报道会，伫个体育馆，真侪场面的时阵，伫迄个报道的中间，大家做阵来吟这首诗歌，有真侪人受感动。这首是应该讲伫咱的教会诗歌中间，应该算是一个真古典的一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是一个真出名的一个作诗的人，叫做 Fanny Crosby， 这个人所写。这个查某囡仔细汉出世就7年，伊伫个1820年的时阵来出世，拢是真可怜，出世就目睭两边目睭拢袂当看见。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可惜的一个命运，因为伊袂当看见真水的这个山景，嘛袂当看见有水。整个这上帝创造的美丽景致，伊拢袂当看见。伊注定着就是爱活伫迄个一生的中间拢黑暗，目睭袂当看见，咱袂当体会迄种艰苦，迄种生活的不方便。总是伫这个细汉囡仔的心中，加在有上帝疼，有耶稣基督伫伊的心灵的目睭的中间，互伊去体验着，互我亲像伫伊的心灵的中间，会当看见真水的景致，然后。伊伫迄个内面看见十字架顶耶稣，互伊内面充满光明，然后伊安尼去体验着主的疼，所以后来伊大汉了后，伫伊的信仰的经验中间，写8000外首的圣诗。这首的其中的这首的圣诗，是咱过去经验中间咱较熟的一首的圣诗。所以这个时阵，我要邀请咱做阵来吟这首古典的圣诗《主耶稣顶十字架》，替我行清罪债，为我罪主受重刑，伫各各他山顶，十字架，应是我的荣耀，我正罪拢洗清气，只靠耶稣的宝血。来做阵来吟，看咱这好看的所在。请咱莫用琴的声，咱用细声来吟副歌。十字架，你大家来思考，这个十字架伫你的面前，十字架伫你的生命中间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咱做阵来吟副歌。十字架。
敢相看。咧唱即个副歌的时阵，大家拢看头前，看头前的视频记，然后大家拢有一寡讲袂出的话。咱是啥物款的人会当有视频记来替咱承受？耶稣基督流宝血，替咱拍破伊的身躯。咱是啥物款的人？咱是啥物偌尊贵的身份，会堪得互上帝为着咱来做行即件事？所以，即首诗的时阵，你的视频记好像就已经藏伫咱的心中，好像就咱嘛吊伫视频记顶一半呢。迄个现场顶，因为早前有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，叫做宋尚节目师，我相信咱中间有一寡长辈捌即个宋尚节目师。宋尚节目师到年老要过身的时阵，伊迄病床的时，伊就是咧吟一首诗歌，视频记，视频记，因是我的荣耀，我真多老多钱。因为这首歌词中间，你甲咱带入到今仔日咱要思考有真侪物件。你感觉视频记是你的荣耀吗？视频记是你的荣耀吗？咱要通过这个今仔日咱要思考的圣经，大家主题中间来想几项真要紧、真宝贵的事情。这两无事要甲咱大家直接来思考的是，受记咧邀请咱的性命来恢复着荣耀。受记邀请以我的性命来恢复荣耀。但是，即摆你捌想过一个问题无？你捌看过一个物件，然后，互你有一个疑问，伫你的脑海中间咧思考一件代志。是安怎你看见全世界的礼拜堂，不管是美国，不管是欧洲，不管是台湾，不管是亚洲，所有的礼拜堂的厝顶有一支什么物件？手机。确定哦？手机。礼拜堂内底讲台后壁面嘛有一个什么记号？是毋是？确定哦？咱信耶稣，咱拢咧看圣经，你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？像全世界礼拜堂，迄个厝顶的所在，哪会来藏一本圣经的迄个记号？像礼拜堂内底讲台后壁面的壁，哪会来藏一本圣经的记号？咱讲一个圣经安尼长形的，安尼嘛是会当做啊？你嘛想过这个问题？像全世界礼拜堂拢藏一款的记号，伫厝顶，伫讲台后壁面的所在，无藏圣经的这个记号呢？我捌想过这个问题，你捌想过这个问题？那安尼我要甲大家来想，你看到迄个全世界每一个所在礼拜堂的厝顶，这款的简单的记号，你是信耶稣的？看到迄个记号的时阵。